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紫田往回，春意褪落一身的青色，换一丝跳舞的衣裳，甲皇帝三钱桥仔色，桥仔色真下舞人青春，迎春。随风舞一出一冬的告别，舞过了剪掉旗骨，暂时告别，明年定来。颠倒大拍，颠倒水盐，年年往回，并无野先。伊咧听候水色。伊咧准备水出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79集，欣赏的是嘉义的萧丁春老师所带来《紫田往回》。所以，咱邀请萧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。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。阮兜种2丛紫田，逐年拢会开花，桥仔色的。我每年看一冬四季，伊的形拢无共，感觉嘛有通好写。我照这个紫田来讲，自然的循环，佮人嘛是同款，有这循环。所以讲，春意褪落一身的青色。春天来时，甲伊本来青色的叶啊，是安褪落一身的青色，就开花，花变做较济，叶较少，看过。换一丝跳舞的衣裳，咱看起来像伫风吹咧吼，咱像咧跳舞安尼吼。甲皇帝烧钱桥仔色，咱知影桥仔色是皇帝专用的。以早你袂使穿桥仔色的物啊，紫色。所以讲，甲皇帝烧钱桥仔色，这地方唱一寡迄个常识啊吼。桥仔色真下舞人青春，咱看跳舞的人，拢爱穿迄个桥仔色真济吼，所以讲。桥仔色真下去舞人迄个青春。迎春，因为春天来，伊就开始要开，就是迎春。随风舞一出一冬的告别。伊这出舞了以后，就爱到冬到明年啊。舞过了后，剪掉旗骨。过来就我的代志啊！我在摇腿爬起哩，甲迄旧话。豆剪，剪好较大咧。细苗足奇怪，你若水在去，伊就歹看。你若甲剪话，颠倒会水，伊佫发出来新意，较有细苗力。老话就是安尼，薄，看着无细苗力。所以因为我逐冬拢爱摇楼梯剪几摆，所以讲舞过了后，我等你舞过，就是开花了。舞过了，剪掉旗骨，暂时告别，明年定来。那像一种大自然的循环，所以我无共的生活，互我带来种无共的启示、启发。
咱咧穿的衫，一般咧讲衫系衫仔裤，顶面的叫做衫，下面的叫做裤。啊，较文言的，叫做衣服。服是服装几套啊？衣嘛是顶面衫尔。啊，裳咧是下裙，下面的部分叫做裳。纹上衣裳花相容。这个意思同款。所以衣裳，这裳是白话音啦。裳那读裳是白话音，衣裳是本土音，但是真少咱台湾人真少讲衣裳，咱讲衣裳。顶回讲着北漳客漳，漳种就是本土音，漳就是白话音，甲这同款。裳就是白话音，甲这个同款。先就是咱讲破病的外口迄个壳，病字壳啊，咱的部首甲台湾人讲这个做病字壳。病字壳内底斗一字善恶的善，叫做善，足紧接受。善就是种病，所以讲病字壳就是决定伊的方向，这个意思的方向。善这个就是代表伊的音，这个形声字斗起来就是善的意思。春意褪落一身的青色，换一束跳舞的衣裳，甲皇帝相争桥仔色。桥仔色真下舞人青春，迎春随风，舞一出一冬的告别。舞过了后，剪掉肌骨，暂时告别。明年定来，颠倒大趴，颠倒水烟，年年往回，并无野线。紫藤花是春天开伫山顶的花，开花的时阵，一片的桥仔色非常的水。选来起咱邀请花草植物专家关秀敏小姐为咱来介绍紫藤花。紫藤花，紫藤花伫1930年引进来咱台湾，在过去是伫大陆过来的，所以讲一般伫咱遮。种这个紫藤的所在，大部分拢伫高山，尤其是中部咱所知影的伫武陵农场，这个所在普遍就种足济吼。这个紫藤除了讲伊会用来做家搭边啊，伊会当互人观赏，因为伊开着这个浅浅的紫色的花，伊是一拍一拍吼，非常的长。所以若是远远看，伊就是敢若一阵叶仔安尼飞来飘伫遐，非常的水。若是讲要家种伫咱的一般咱的庭院一定爱搭一个花边啊，互伊去拍因为伊即内面甲咱讲，伊叫做紫藤，就是叶酸藤的物件嘛，所以讲伊嘛用摕来做篱笆用，只不过是伫咱台湾来讲。因为伊拢伫山区，较清凉的所在比较较适合，所以讲咱若是无搭花边啊，实际上你要看迄个花，无法度好去观赏着吼。伊除了会当来提炼做香油，就是有香味的油吼。伊会当治疗着讲即个痛风、关节炎的效果。但是若是讲咱南部，咱嘛足想要看即个紫藤花的时阵，要安怎？咱南部即马有另外一种，同款叫做紫藤，但是伊另外一个名叫做十月藤，就是讲上好记的，就是讲伊叫做许愿藤，甲即个紫藤是同款的物件，只不过是伊品种无同款，这嘛叫做紫藤。
年年往回，并无野先。伊咧听候水色，伊咧准备水出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萧丁春老师写诗，关秀敏小姐主题讲解，洪昭文吟诗，查门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继续空中再会。